各位醫療衛生界嘅朋友，投票日就到，今次嘅選舉非常激烈。喺呢段時間，大家都會喺社交媒體、報章同埋論壇睇到我嘅政綱同埋對醫療發展嘅理想同埋抱負。我今次懇請大家用初心同埋智慧投票，係為香港嘅前路投票，係為香港醫療嘅發展去投票，而最重要嘅係為市民嘅生命同埋安全去投票。投票日之後，可能大家仍然係埋頭苦幹咁樣工作，但我好希望經過投票嘅改變，大家呢個埋頭苦幹係會變成為創造健康香港嘅新動力。最後，我要感謝喺呢個選舉期間醫療衛生界嘅同業俾到我嘅支持、鼓勵同埋意見，我會好好地鎖喺個心入邊。我亦都同時感謝我嘅團隊不眠不休嘅合作，去令到所有嘅事情變得好完美，而克服到各種嘅不可能。好，咁我哋約定聽日喺票站見，多謝。多謝大家，成功，祝你競選成功。我哋請大家投票，投阿梁醫生一票。12月7日，大家一齊投票，2號梁